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金國亮75歲疑患失智入院，鄭裕玲10年同居，其後分手，兩個人互數不是。喺我哋未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啱 key 珊珊嘅頻道。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嗱，我哋喺畫面呢，金國亮可能唔係咁多人認識。但係嘟姐咧，右手邊嗰個鄭裕玲咧，就相信咧全香港人咧都有差唔多冇10成都有9成9嘅人認識鄭裕玲啊嘟姐噶啦。咁我哋講一講金國亮先。金國亮咧係一個跨媒體嘅工作者，一陣會解釋呢一個嘅名詞嚇。咁金國亮咧今日咧就係被傳啦，啲傳媒講咧就懷疑金國亮咧患上呢個失智症啊，咁咧就係被指咧係被人送到醫院去醫治嘅。而琴日咧就佢個好朋友賈思樂咧就亦都有回覆傳媒噃，咁咧。佢指咧近嚟咧金國亮嘅身體係較為欠佳啊，但係咧亦都未透露具體金國亮嘅身體嘅病情係點樣。咁今年上映嘅電影啊，《風林火山》呢部電影啊，咁亦都見到金國亮嘅身影嘅喎，佢有參與演出嘅喎。金國亮咧係飾演巨肺呢個角色，佢係周旋喺黑白兩道之間嘅一個接頭人啦嚇。咁為喬賢集團咧就係揾呢個買家啦，同時亦都為警方提供線索啊。唔少個觀眾都覺得哇，電影中嘅金國亮原嚟咁好戲㗎。咁現年75歲嘅金國亮咧係一位跨媒體嘅強人啊。佢嘅工作咧，曾經係跨越電視啊、電影啊、廣播啊、寫作啊、時尚，甚至傳媒嘅管理咁。對香港咧70年代至今咧都係一啲係流行文化方面咧係有深遠嘅影響嘅。喺80年代，金國亮咧同鄭裕玲拍拖啊，佢哋兩個人因為合作過埠新娘。結果咧，佢哋係展開10年嘅同居生活，但係佢哋係分手啦。當分手嘅傳媒問到佢哋咩原因嘅時候，竟然係互數不是嘅。咁呢個真係演上咗羅生門嚇。咁即係唔知邊一個係講真話啦。咁阿金國亮咧就指鄭裕玲由於宗教信仰嘅問題咧，就係拒絕。婚前咩行為啊嚇，咁咧導致到10年咧都係大家只係有愛啊，冇其他嘢嘅。咁咧鄭裕玲咧亦都係反擊金國亮，指金國亮咧對女性係冇興趣嘅。咁咧其實就暗指金國亮嘅性取向係問題嘅主因。我哋睇睇呢幅圖咧，就係近期上演嘅風林火山一個劇照，呢位就係金國亮。咁原來金國亮咁好戲，梗係金國亮咁好戲啦。金國亮係第一期嘅 TVB 嘅訓練班嘅成員嚟噶。咁佢多年來咧，即係喺呢個跨媒體嘅工作咧，話都有好大嘅貢獻。嗱，我哋睇一睇咧，嗱。呢個咧就係過埠新娘。由於呢一部嘅劇咧，阿金國亮咧就同阿鄭裕玲係展開咗同居嘅生活。當年咧大家都好年輕嚇。咁我哋要講講金國亮先，然之後其後咧就講講佢哋之間嘅阿金國亮同阿嘟姐之間嘅生活情況係點樣。咁金國亮咧出生於1950年嘅喎。咁而家咧應該係75歲噶啦。傳媒講咧，懷疑金國亮咧係患上咗失智症嚇，被送入院嘅。咁金國亮咧曾經係做過編劇啦、導演啦、演員啦、主持啦、跨媒體嘅工作，涉獵咧好多嘅喎，有電視啊、電台啊、
電影啊、舞台劇啊、創作啊等等咧，哇！就甘國亮俾我哋覺得真係多才多藝嚇。咁啊要數翻電影咧，甘國亮喺1974年佢嘅《蛇殺手》嚇。咁甘國亮咧就1980年代佢嘅喺電視劇嘅《山水有相逢》啦、執到寶啦、輪流轉、不是冤家不聚頭，呢啲都係較為著名嘅佢嘅作品嚇。咁喺2009年咧，甘國亮咧有呢個舞台劇去做呢個編劇嘅創作，我愛萬人迷。咁其實甘國亮咧係亦都做過管理階層嘅喎，佢咧有喺亞洲電視啊、無線電視啊、衛星啊、鳳凰啊、香港商業電台啊、新城電台啊等等啦，亦都係唔同嘅媒體嘅機構啦，係工作嘅。咁聽講話甘國亮咧曾經喺加拿大係升學嘅，佢係畢業於Ontario 安大略省嘅溫莎大學去讀呢個經濟學，佢有經濟學嘅學位嚇，喺加拿大嘅溫莎大學。因為咧甘國亮係第一期嘅訓練班，而劉芳剛咧係指引甘國亮咧寫好多劇本啊、編劇啊咁樣，俾好多機會甘國亮。咁咧就係甘國亮咧打扮咧比較前衛啲，佢咧就喺幕前嘅工作咧較為少啲，但係咧編劇方面啊，喺劇本嘅創作啊、文字方面嘅寫作啊等等咧係有好多嘅作品嘅。咁睇翻原嚟1972年咧，甘國亮咧就有編劇寫劇本嘅夢影啊。1973年嘅朱門怨，話早於咁多年前已經有寫劇本嘅，咁一路以嚟咧都有寫好多劇本。咁甘國亮咧嘅作品咧，佢有早年嘅有佢嘅孖生姊妹，由汪明荃一個人飾演兩個角色啦。咁亦都有咧無雙譜啊！咁甘國亮自己一個人亦都係飾演兩個角色嘅。甘國亮仲有嘅執到寶啊、山水有相逢啊，裏邊嘅戲中戲啊，咁佢用嘅演員咧有黃韻詩啊、李思琪啊咁樣。咁佢哋咧都有輪流轉啊！當年嘅輪流轉咧就係鑑於咧嘅麗的電視嘅大地恩情啊打擊下，所以咧腰斬嘅。其實輪流轉都幾好睇嘅都，因為腰斬得幾集睇嘅啫，唔係好多集睇嘅啫。咁甘國亮咧亦都有提攜後輩嘅。甘國亮咧有提攜後輩有王家衛啊、譚家明啊呢啲導演啊咁。甘國亮咧俾我哋覺得就話喺電影啊、導演、編劇、演員、主持等等啊，都係好有呢個才華。咁我哋要講到咧，就係喺呢個電視劇之中嘅呢一部《過埠新娘》。過埠新娘就係甘國亮同埋鄭裕玲合作啊。咁結果咧，由於呢部劇咧，大家咧就係拍拖啦，咁亦都係展開同居嘅生活。咁佢哋嘅同居嘅生活咧係10年啊！咁呢部劇咧《過埠新娘》咧就係1979年嘅嚇。咁經過咗10年，佢哋就分手啊！咁甘國亮咧就指稱咧鄭裕玲同佢10年只係有愛啊，冇其他嘢啊嚇。咁咧就由於鄭裕玲嘅宗教嘅問題。甘國亮發表呢個意見之後咧，鄭裕玲嘟姐咁咧亦都係反擊啊！鄭裕玲稱咧，由於甘國亮咧係對女性咧係冇興趣嘅，咁咧其實就暗指甘國亮咧係性取向方面。咁近年嚟咧，亦都有傳聞咧，就甘國亮咧同建築師嘅緋聞啦，咁似乎咧就係大家咧就會作出批判，就話甘國亮講嘅嘢啱啊，要話鄭裕玲嗰方面講嘅嘢啱咧。
咁啊，大家各自批判啦嚇。我哋聽聞金國亮咧已經75歲啦，咁咧就係可能係患上呢個失智症嚇而送院嘅。咁我哋都希望金國亮咧就係好返啦。咁咧就係希望佢健康無事啦。咁你哋嘅意見係點咧？不妨將你嘅意見寫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